字的文化古老、悠久、深厚、博大。它诞生在康藏高原这块神奇的大地上，具有醇厚的高原气息、浓重的乡土特质和明丽的雪域色彩。正是这样的文化，吸引着一些虔诚之人，不断探寻着藏文书法的真谛。生于1970年的生龙武家，正是这样一位藏文书法的追求者。7岁时的他，在母亲和舅舅洛荣卡嘎经师的启发与鼓励下，开始学习藏文书法的学习之旅。藏文书法是藏族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传承绵绵不绝，字体丰富多样。书法以竹笔书写，讲究从左至右，以尺为链，平行行文，犹如一条直线串起一排排藏文，工整严谨。经过千百年的沉淀，早已成为祖国艺术宝库中的瑰丽珍品。2008年，藏文书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现在的生龙武家主要书写乌金楷书体和乌梅行书体2大书体，以及列砖、串珠、刻体、藤狮体、雄鸡体、鱼跃体和羌狼体等书法字体。很多书法作品已经进入百姓寻常家里的室内装饰、馈赠品、博物馆展览收藏品等，而更多的则成为了藏文书法的范本。2014年，为爱好书法的老师和学生们撰写了藏文字体传承书籍并出版，得到海内外人士的赞赏。同年出版了萨字体书法字帖和夏字体书法字帖。历时5年，利用工作之余写了雪域白体书法长卷。此书卷长355.5米，汇集了古代和近现代的230多种藏文字体。这是目前藏文字体种类最多的藏文书法长卷。2019年8月30日，得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。